阿嫂，你若唔讲我廖江变什么所在，你是会死，你知影无？是咱台湾人的英雄，莫讲我唔知伊的血哦，就算我知影，我希望你讲的啊。好，若讲无讲出来，就是死拢一条。大人啊，拜托，给我一点仔时间啊！我一定会说服阮阿嫂讲出两点下落来。靠腰啊！向口说甲安尼你挂保证，你保证啥？你无人这顾忌，无可能做伊。会啦，一定会讲啦，你爱相信我，啦，啥啦？我问你一摆，苗田町伫啥物所在？我唔知影。靠！拖人，嘿！我拖出去清杀！是。大人，苏大人啊，你别讲我说清杀啦！你讲我说，你把他们抓随什么死呢？你来做一尸两命呢？交去，没时间扯，拖出去！是。大人，苏大人，你别讲我说清杀，我跟你跪啦，我求你了，我拜托你了，死啦！大人啊，你莫乱做，莫讲我说清杀啦！你搞什么？我啰嗦，连你都拖出去清杀！拖出去！去！大人啊，苏大人啊，大人啊！动了，打棒球！韩阿公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你要枪杀阮翁呢？哈，害我巴肚内囡仔一出事就无老爸，我敢会定点的？为着你啦，我会用放过来放大。啊，不过你实在无道理呢，从迄控离婚组带转来。你看阮翁迄个死人款，要死动害啊啦！我无甲迄个大刀带转来，敢会用的？啊，不过迄个查某人是控离婚组呢，我偷摕钱送的钱，伊是个大麻烦。好啊啦，啊麻烦就已经麻烦啊啦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啊，既然带到我遮来吼，要走是无这么简单。草衙伊报无法，我就甲伊饲软骨的。我就毋相信讲哦，袂当被讲出廖天丁藏伫迄度。你哪要去甲日本人作对啦？甲日本人作对样拢无好买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甲日本人交结的，你甲日本人交结，同款无好结果啊！哎呀，咱迄当活来吼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后当受甲遐尼远去啦。你看日本人拍甲安尼啦，你讲哦，我感觉唔堪用。志明，原来你心肝底同款有阮母仔囝，咱哦，即马就转来陪互啊！就算讲吼日子过较艰苦，我拢唔惊，咱一家伙仔爱住较笃定啊，对无？你较细声呀，这是汉人苦的所在呢。到即马吼，还佫叫是讲你是我的兄嫂呢，咱千万唔通知我咱真正的身份啦。我骗汉人苦，讲你是我阿嫂，这不只是要求自保啦，这嘛是为着咱囡仔好啊。我你啊，你想看卖？我若无咧骗汉人苦，你巴肚内囡仔都保袂牢呢。你甘忍心安尼目睭金金，看一个囡仔还袂出世，再来无辜送一条命？你当保护我一世，敢会当保护我一世人生？你敢知影？你个小情顺差，对我，搁是恨搁是怕，一直问我聊天去遐下落，我根本就唔捌伊。就算讲我知影。我嘛绝对袂出卖伊的啦！好啦，唔爱出卖了谈点啦。小金顺早遐，我会想别人甲拖延啦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来咱遮，互我看到你安平安顺利，甲囡仔生落来。我袂干，遐日本人哦，会假日本人斗阵啦，我袂啦。我知影你不爱住咧遮啦，啊，不过即马是吼日本人占咱台湾呢。即摆是日本人的天下，你若无较委屈、较吞忍了，根本就无办法生存落来。
你想讲是为咱的囡仔好，你就答应我留咱遮好无啦？啊，你是你来到什么时阵？皇后上有定情日，去考任务得运时，我相信咱会出头天的一天啊！你去做外地是无？啊，是啦。你若无讲话哦，无人会甲你当作假狗啦。是啊，我叫外地是志明的兄嫂啦。以后哦，你着留踮咧遮做新郎啦。你莫叫是讲你是大巴肚，就会当坐咧食倒咧放，想要踮遮有一碗饭通食吼，你啥物工课拢爱捡起来做。你若敢扛我拍哪凉，日本警察厅你是捌去过，我想你应该袂想要搁去cứu一遍啦吼。所以啊，你着甲我敲认分咧，莫想要变啥物空头，知无？知影啦。哎，你毋惊咧创啥？弟弟哥呀，你哪来？现在我逃走出来。莫讲遐多啦，行，我带你转去陪我，行无？我袂转去陪我啦，我要留伫咧遮，把囡仔生落来啦。袂用啦，你袂用留喺遮，遮足危险的。我相信志明，伊会保护阮母仔囝的安全啊。要不志明已经带迄个春花啊，你也毋是无看迄个查某人啊？快！我知，这代志我拢知影，我嘛有想过。啊，毋过我是希望我抱到咱的囝，会用伫咧亲生老爸的身躯边平安生落来。弟弟安呀，这是我的愿望，你互我完成好无？互我留落来啦，我拜托你。烧金土沙咯，一世人上切一件代志，就是掠无有人会，可有人会，别啊咯！安尼就掠有啊！即马恁做有人会，叫我掠着都爱真者，爱打无？开始！有人会，有人会，卖走，卖走！有人走，亮亮好！有人会，进去，我进去，我进去！你哥，起码存你姐哦。来啊，你来了啊！慢走，民工，慢走！你也就好，早倒，你即摆一定想讲，我甲你真者对无？咩？你是咪姑咧？莫甲靠背。酒啉伤济，我来去放尿者。小等者，甲恁耍，亮亮你莫走，我甲你开死哦！有人会，你莫走，我亮亮我你开死。有人会，莫我亮，吊喺树头，用火我甲你绑死。亮亮好，有人会。啊，是你扮那上神，连衫拢请赶快，来，进者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天啊！有
敢是看到鬼，还是我啉酒醉，跋喺尿桶内底？哦，这操的！听大，状况啊？我你啊，决定要留因翁身躯边，甲囡仔生落，暂时是袂转来啦。哎呀，讲到这个话，你也有够戆的啦！啊，对志玲哦，还搁遮死心。啊，嘿，蒙姐，蒙姐安怎？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早起也想好去啊！啊？你看我要找我去买药，结果才知一支都无转来啦。我冇去今仔去找因的，啊，听知后生讲，佮看到伊去互指示家的人抓去，我冇去指示家因兜坐，啊，伊连门嘛无入去，拄条走就要好出来。啥物啊？欺负你，才欺负人！这件代志哦，无讲你都唔知啊。最近哦，阮遮哦有足侪少年查某囡仔哦，无缘无故就失踪去啊。听讲就是指示卡哦，派人来掠走的啦。阮就是无证无据，就算讲哦，阮去遐找人哦，嘛是干去遐讨批田尔啦。对，这个真是卡，威刑霸道，平常时啊，就欺负善良老百姓，这件代志一定甲有关系啦。你莫烦恼啦，无论如何，我甲美姑一定替你甲查某囝找到。我爱你求，我爱你拜托，我爱你拜托。你真爱将阿秀做做，我干那这个查某囝尔，万一伊若有啥物查到，我活袂落去啊！念头啊！你甲讲啊大力，伊是我腰子枪咧，万一你若讲歹，你要去赔去啊！你甲强起来啦！是。哎。进来！较细哩啊！紧嘞，骹手较紧嘞啦啊！是啦，较细哩啊！迄箱底是底啥物件？哪有遐尔侪日本警察咧报哦？小金岛上哦，关系伫内底哦。莫管你做，你别来面救人要紧。小金孙啊，这就是这摆出货的利润啊！咱共阮照规矩4了啊，我占4成，你喊啊个啥？这6成。真好，想袂到的代志太多，你敢想会到？也歹查某会使卖遐侪钱，太好了！这你看，这
哦，哎呦，本来我歹讲的啦，结果我甲讲袂用的话，我这一定要三针。面具是你啊！下手甲绑起来！阿爹啊，紧来哦，这出代志啊，紧摕锁来啊，紧来啊！我问你，老田你伫什么所在？讲啊！老田你伫啥？有人会救命！英雄死也有位，怎么拢袂插手哈？人轮到迄个手头，我哪会甲插手？这个真正，你若兄有啥要讲，你药要啉过，安怎？人家都教袂来信，我问你咧，你家的指示卡，即摆是你变什么嘛？无骗啥啦，我就说。怎么拍开啊？是，老爷，门锁起来啊啦！你是笨蛋的啊！锁起来不要弄入去。来，你在藏什么？跟他讲啊！我跟你讲哦，门锁在哪弄入去哦，看到人哦，都甲拍啦！听说，你要请教阿秀吗？阿秀请教我。你看这双鞋是不是恁查囝？是啊，是阿秀的鞋啊！阿伊人咧，阿秀人是伫做啦，阿秀。所以你咧啦，哦，起来，较紧嘞。哦，你边头。哎呦喂！哎呦，你较起来啦！可是你，可是你。啊，你去啊！我是什么代志？哎呦，夭寿哦！是什么人甲你拍到安尼啦？啊都，阮兜一定饭桶啦。哎，钱老板呐，你下骹手人无搞好，拍我哪里去呀？啊！すいません、すいません。すいません，强站到安尼啊，讲是嘛是有啥路用？你这查某你才了创啥？我目睭紧紧看，你看啥你啊？放假咯！我看目睭甲你挖出来哦！我听阮讲话你，是吐袂听。好啦，顺早代恁啦。牛郎说话，伊看北京伊规矩啦。怪好我甲管教，怪好我甲管教。哼！验带入去呀！嗨，验入去啊！入去。志明啊，那遮尔戆啦，是安怎要代替我？我现在带恁拍伊一个，有听无？啊，我讲来。袂啦袂啦，一点都袂听。颠倒是你啦，你若无代志哦，唔通安乌白乱走啦，尽量当喺房间有听无？拄仔外口吼，迄大箱仔内面是底啥啊？遮吼到底有啥物秘密啊？遐个代志，就讲你拢无关系啦。你若要担遮大落去吼，你就甲家己当作敢若是青面的，当作敢若臭面人的，无论你听到啥物代志，还是看到啥物代志，拢当作唔知影。
敢讲因咧做犯法的代志是？你嘛袂晓讲啦，人这只是有牌照嘅断经啊呢，免来挥挥闪做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拄则听到话后都准煞哦，你千万莫叫顺查大人，也是喊那可听到哦，互因听到不得了呢。尤其顺查大人哦，伊安尼哦一直看你袂顺眼，若是叫伊知影啥物哦，伊怎顺即个事，佮你掠倒转顶警察听。志明啊，啊恁的关系遐尔复杂，我是伫烦恼你啦。我家己代志我心内有数啦。总讲一句啦，你以后吼千万莫四界黑白乱走啦。除了做工课以外，你着尽量踮咧房间的，知影无？伊想要落去地下室。放大！嗨，你敢无甲伊讲，无代无志，莫乌白走路乱说。我讲啊，我听电视有人伫哭，啊是出你什么代志啊？真是有人伫不好啦，莫搁讲啦。好，行，来警察厅，行。小强，行。顺查大人，顺查大人，你嫌去啦？这查某妹老去食，伊老去食，总有一天会出代志。行。顺查大人啊，我会好好甲教啦。你毋通甲掠去警察厅啦。你看伊腹肚遐大了，就是随时就要死啊咧！伊袂肯落恁边啊啦！你甲我点去啦？你甲伊找小屁孩，行。我袂啦。那我求你啦，叫大人都帮我大嫂啦！我以后会保证伊袂乌白乱走。哎呦喂，关系啊！行，警察厅，行。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你个放开啦！大人啊，好。你讲，聊天伫什么所在？聊天伫啥个？伫什么所在？讲啊！你赶紧甲大人解释清楚啊！我早就甲伊讲过，我唔知啊，我唔知。鬼怎么相信呢？啊！聊天厅救你遮济摆，你唔知伊伫什么所在？你甲我骗啊！聊聊去的心中，他说遐尼简单就互人知影，你早就互恁日本人掠去啊！敢讲，搁会来问我心？你敢甲我应嘴应字，无想要活，你怎样？好啦，莫搁多 QQ 人啦，啊人讲了嘛无唔对啦。迄聊天顶哦，来武影去武中，这是通人知啦。虽然伊捌甲伊救过，啊，毋过伊甲伊讲甲，伊去什么所在拢甲伊报过甲1清二楚是无？连你都太讲话。我是论理无论亲啦，恁家己警察无路用。好，想要无路用啦。啊，不过伊要落去地下室，这代志要安怎？一摆是伊运气无好，叫我抓着呢。后摆咧，放大！嗨，这件代志哦，看你要怎处理啦。放大！嗨，这件代志哦，看你
就是讲你是阮大嫂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。你好你啊！叫你妈后面乱走，你都不来听是。好你。好啊啦，莫搁拍啦，拖到出去，拖到出去。我好啊，你假是，你真正不要听我心，叫你先跟我后面乱走，你好你啊！你们。我你看得真疼哦。拄则迄情形你嘛有看到啊？假使我若无动手，中央小金哦，无安尼简单就煞。我看卖，真疼哦。你甲我讲，迄地下室到底有啥物秘密？你遐可能问，你到即摆还唔惊？我来讲一摆，你若是要保你这条命，要保咱的囡仔，你就离迄个地下室较远的。若无到时阵哦，连日本天皇都无人保你。所以吼，安那个，我实在想无呢，你留迄个查某人的活命，有啥物好处？这。这号做哦，一枝草一点露啦。啥？一枝草一点露，我看你头壳歹去啊咧！做工地嘛爱看情形啊。你将迄查某人留喺遮，你唔惊伊将地下室秘密讲出去，甲咱添麻烦？伊无迄个胆。搁再讲哦，我留伊一条性命哦，我是另外有目的。啥物目的？我甲你讲哦，最近日本遐买主哦，电话是订甲烂暗嘞。我若是感觉你卖出去吼，我就会再搁加趁一条。啥？大刀啊，卖使卖钱哦！你莫抢破人的内裤啊啦！喂，你是知影啥？敢讲伊这世人免甲囡仔生落来哟？话是讲的无毋对啦，啊毋过哦，咱做这买卖，在世较值钱啊，囝拢生啊，还说袂偌多钱。啥物人甲你讲哦？生几个囝都袂当做在世的，没办法。搁再讲，你看我你迄个红仔头，啊看迄个体格，比钱老板送过迄几个查某，中间是搁较好哦。相信这届一定会当卖搁较侪钱。嘿，阿哥，真有够巧的呢，你真正有生意的头脑呢。我这个吼，一点二个。蒙啊兼洗裤，赞！不演戏，我唔准你安尼做。我听阮哥哥咧讲话，你哪比咧偷听哈？汉阿哥，你欢喜去赚啲乌落钱哦，你要赚偌济哦，我都唔管啦。啊，不过你唔通去动我你的鸟筋啊！紧张啦，还是恁阿嫂，毋是恁某。唔管我怎讲啦，阮大海叫死啊，阮大嫂咧唱歌，你无可能外你也就煞，你哪通？我安怎哈？我好心家收留，互伊安尼无烦无恼，将囡仔生出来，我是安怎啦哈？哼，人咧讲啦，食人一碗，就爱害人一斗啦。伊将囡仔生来，换淡薄一个报答我，迄嘛是应该啦。汉阿哥，你喜欢心肝这么凶啊？哎，你是在创啥？你想要去卡动手？骗子哦，你找死！打咯！笑啊！找死！好啦，别讲话，再说怕啦，别讲怕啦，别讲怕啦，怕到遐凶要死啊哟！你哟，亲生父母都保护袂掉啦，该保护阿嫂。该手机洗洗啦，下家去钱老板遐哦，甲小青进来啦。说无毋对，我哪查者？汉阿哥讲你出来伙是伤差，所以爱扣钱。恁是咧讲啥物笑话啊？你是讲四个拢有西施条线通我掠啊？也毋歹，
有才调恁家己去抓啦。这个生意哦，恁爸袂愿做啦。凊彩讲的，你真正安尼钱捡来外头就要走啊？啊？市长，你拄则毋是讲这款生意甘无爱做？你毋知影人叫我钱死卡，是毋是凊彩好的呢？有钱赚的生意，我想要不爱做。哼，几入库啦，稳当当，哼，免惊会飞去啦。你若是要保你这条命，要保咱的囡仔，你就离迄个地下室较远，到时阵哦，连日本天皇都无人保你。谁插啥呀？插死！那个小查某是看鬼，还袂叫我。你这个空头对面龙凤死啊哈！这个查囝是你从来袂去趁钱，你出手唔敢轻人是无？你若拍着伤落去，你敢飞起呀？是嘞，是嘞。是嘞。哎呦，你过来，过来啦，别怕你啦。哎呦，夭寿哦！我一个无注意，啊，这水水翁仔头讲甲我拍干的啦。你哦，迄若是买厝体话吼，我都袂你拄小。恁两个吼，世界都无放起才开大队啦，死出去！是。安尼甲我拍甲流血流血，这哦，这死无人知的吼。你这死早鬼啊哈！我甲你做嘛，甲你我打你啊！你这查某，你有心交到咱小姐的代志，你若无好报应的啦。妈妈，你把我绑起来！先生，滚！我今仔若无开鸡架搞吼，你都唔知你做嘛厉害啦！
明明就听到有声，起来顶看卖。你两个笨桶啊！早点甲顾会好，啊，你爬到老岁老掉，我就找你算账。是。我咧一再警告你，叫你唔通去接近咧地下室，你啥拢唔听咧。啊，你甲我讲，迄地下室到底有啥物秘密？谁哪关遐侪人哈？无你的代志，你就莫问嘛。我是伫烦恼你啦，你唔通哦为着荣华富贵吼，去做一寡吼违背良心、上天害你的代志呢？你家己就自信难保啊，搁去观察别人的死活。你是咧讲啥？啥物自信难保？我听无啦。莫搁问啊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即时哦倒转去房间，家己行李款款的，马上离开遮。你是咧讲啥？你讲我离开遮？咱毋是讲好，你叫我伫遮甲你仔洗落来，谁哪要你我离开啊？我有我的苦衷啊！我安尼决定拢是为了你好，你知影？我唔知影，我嘛听无啦。我是你的某囝，你无权利赶我离开，你知影无？为伊食偌济苦，我拢甘愿，甚至讲你去找别人，我拢有当吞忍。我安尼做，安尼牺牲，敢讲无够死？谁来让我牺牲啦？你好我顾你家己，好我顾你腹肚内底囡仔。你安尼搞高高甜，对你对我都无啥物好处嘛？你讲这种话，讲会出水。你好，你若感觉讲我有义务来照顾你，安尼好，我不会治你啊啦。为什么开始，咱两正式全阿某关系？安尼已经满意啊吼，你用去走啊！你讲要甲我搭只阿某关系啊？无唔对，我即摆日子过得比较早搁较好。你留咧我的身躯边哦，只是会拖累我，对我一点好处都无。你走，走愈远愈好，上好莫我看到你。你走，你走。我巴肚来医院了，伊是咧精神困扰，感觉建议你嘛无爱心。今仔我无爱啊啦，凊彩死落去对什么人死啦？我唔爱插，我嘛无想要插。你莫后悔。东妹，拄则你是毋走去地下室啊？啊无啊，我著拄则伫遮拢看你做工课啊。地下室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免遐假神啊！我拄下朋友看到人影。人影？对，我拄则哦，看到一个人影，安尼唰一下哦，速度有够紧的啦，为车头走过去呢。速度真紧。连贵母，杨金刚，讲我敢若是真正袂歹。你有看详细无？迄人是不是何斌？何斌，敢讲是有人会？安尼去，你讲有人会，是毋是台前咱大兄有人会？无唔对，可有人会，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下无门你走你啦！走，大家拢到大天好走。请你原谅我。报告署长，案件已经到了，请顺着指示。成绩拢真好啊，小检查者。嘿。
成绩拢真好啊，小检查者。嘿，孙子，歹势啊，歹势，孙子歹势啊，歹势啊！大家咯，天公地面我不要俩混人，放下你啊，放下你！哇，孙子，莫生气啊！孙子，啊，咱今日掠什么人啊？有人会，啊？你是咧惊啥？规定的马后也迄只高鸟，你大家听好，有人会是咱日本政府上大的敌人，小金屠杀，上大的冤首人。谁若掠着伊，我就赏伊土地、别种、水查某、水牛5只。水牛5只，哇！我跟你讲，水牛5只啦，后世人免烦恼啦，我土地我白种我。哈！给我听好，有人会上大的特征，就是后面，看到后面的人，我下死命讲，有听无？嘿！你即马就伫遐附近啊，下大间，内底外口，拢甲我敲透透，一位拢袂拗到去。嘿！水，我跟你讲无，若是我的，一杀无论。嘿！不干！我要掠我的，拜伊的骨，拆伊的骨，淹伊的血，咱甲伊凌迟到死。嘿！我即马发个啥？开始行动。1、2、3。人嘞？什么时阵骹手变遐紧？拿出来！老魏，出来！老魏，靠腰啊！困，会叫你来讲门的咧，不是叫你来困的。我咧有人会会走呀。是的啦，巡查大人。我问你，有看有人会无？玉兰花，啊，人家当时还有种玉兰花咧。八嘎咯！我讲的有人会，不是花，是人。你新来啊？嘿啦。你甲我听好，问甲我好好讲的，看有人会，千万唔通会走去。巡查大人，啊，玉兰花伊生出啥款，我也毋捌看过，后面哪会认得伊咧？哦，你嘛甲拜托，你笨蛋呢？有人会哦，都像我同款，悬悬的、闪闪的，啊，上重要是后面，后面你知影吼？唔知影咧。哦，后面拢唔知影，你笨蛋，你多搞嘢！我对互你看，后面你唔知影，你出来甲人走中间无？哼，拜托咧！有看无？这就是有人会，你若有本事掠着有人会，我送你土地、别种、水查某，哦，水牛5只。水牛5只，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医生，有蓝灰。